我听说，只有受了极大冤屈的人才会阴魂不散，到处显灵。这到底是罗老爷，还是罗爱莲啊？胡说八道！死人掀不起风浪。闹鬼了！他回来了，显灵了！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二老爷受了惊吓，胡言乱语，惊了客人，还不赶紧扶他下去休息？闹鬼了！闹鬼！沈小姐，今日罗家快是频出见效了，生意的事，我看还是择日再谈吧。也好也好。哎呀，真是可惜啊，标舞都坏了，就算我想做这单生意也做不成了。那我就先告退了。既然做不成了，那就请沈小姐返还定金。契约已经签订，这定金是不退的。真是好笑，这货都还没有出罗家，你是想白拿钱吗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生意连门都没出就作废了，不能算是坏了规矩。你说是吧，沈小姐？来人！挡住我罗家一干护院。哼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就2个人呢？就算你们沈家镖师倾巢出动，又能怎样？你当我们罗家会怕你吗？那不妨夫人派人去门口的巷子一看便知。娘，少跟他废话，去把银票抢过来便是。贱蹄子，你竟然敢耍我们！银票拿了吧你！谁敢动？都别动！他打我！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习武之人，自然的身体反应罢了。谁又会知道呢？对了，下次有这样的好事，记得提前通知我。药费。娘，你给我等着！哈哈哈！没想到这帮罗家人竟想以多欺寡，还好我们大小姐神机妙算，真是痛快。当时大小姐小声告诉我，让我去买烟花，还说见到罗家人之后就立刻点燃。当时我还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原来大小姐居然有如此周密的计划。咱们大小姐病好了之后，越发的威风啊！少主。他们不清楚，但你休想瞒我，你今天去罗家根本不是为了谈生意，对吗？是我偷的令牌，假传的命令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今天在罗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一五一十的给我解释清楚。你说的没错，
我去罗家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生意。我知道他们着急运送一批酒曲，而这是我出手的绝佳时机。我提前在袖口藏了灵粉，借给我父亲上香为由，趁机将灵粉撒了出去，令祠堂内的蜡烛爆燃。周氏罗双双罗继周，他们做贼心虚，必然害怕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林镖师，这些是我们这次押送酒曲的一部分，这边还有。只是这样还不够，我让秦镖师在查看每个酒曲时，在每个酒缸里都撒了一把石灰。石灰生热，可以加速酒曲的发酵，发酵过头就会产生红色的变质。发酵足够充分的话，产生的热气会撑破酒缸。周氏罗双双他们对酿酒一知半解，根本就想不到。而罗继周做了亏心事，在惊吓中他什么都记不起来。这么做有多危险，你知道吗？这次能蒙混过关，难道不是因为侥幸吗？保不准你下次还有这么好的运气。就算你没被罗家抓住把柄，他们会不会就此盯上沈家？可我容貌已经完全改变了，大火浓烟后深夜为变，而且还……不是再说了，你心中的执念怎么那么深呢？你带着秦镖师二人，单枪匹马闯进罗家，如何能够保证你们两个人能全身而退？你带着沈家镖局上下那么多的镖师去戏耍罗家，又如何能够保证不会因为私仇而给沈家带来麻烦？没错，我承认，我活着就是为了复仇。但也请你相信我是做了精心的准备。就算牺牲我这条命，我也不会连累整个沈家。你们这是？没事。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刚才秦镖师把沈小姐学人买的容参送去给老爷了。原来他都听见了，还得记在心上。大小姐，方才少主是有些许冲动，你要多体谅啊。是我冲动了，这件事情是我的错，是我先长后躁，让哥哥担心了。你是有所不知啊，沈家的安危是他的心结。半年前，少主负责押运黄标，可他听说妹妹中毒，需要续血才能救命，便连夜赶回来救人。可等他破晓再赶回去时，却发现黄标竟被人偷走了。少主自觉有愧，从此将恢复沈家荣耀作为使命，容不得沈家再出半点变故。我明白了。看来复仇之路充满荆棘，我还需细细筹谋。刚才不得已委屈你了，这是安神散，喝下去压压惊。我是真没用啊！一见到那满屋子的如血一般的酒曲，就想起了那天晚上，也是火红的一片呢。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想了。眼下该如何是好啊？沈丹青骗取的定金虽不多，可是坏了酒曲，损失了一大笔银子，赶不上给李大人酿造生辰酒，会损失一大笔违约金呐。必须尽快运来一批粮食，赶紧酿酒，卖出去好弥补甘露堂的损失。这次进货的时间地点需万分谨慎，你知我知便好。慎重起见，你要亲自去。你说，今日之事跟那沈丹青有多少关系啊？怎么他一来就出了这么多事端？难不成他知道些什么？我已经派人去查了沈丹青的地，他之前还是个病殃殃的活死人，
不知最近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，又活了过来。沈家跟罗家从无交集，他也绝不可能知道咱们家的事。那他不会真的跟徐将军有私交吧？万一他私下说了什么，让徐将军盯上咱们，也是件麻烦事儿啊。他跟将军也绝无关系。刚才沈家那群镖师放了信号弹，可将军府根本没有任何异动。我猜，他不知是从哪儿打听到一些将军府的内部消息，想趁乱做局，占咱们罗家便宜。我绝不会让他好过。记得把药喝。这真厉害！就是那号称战神的徐将军，也不是刚的对手。哎，此言差矣。要说这王者气度和风范，还得是咱们二头领啊！啊，大哥，承让吧。大哥，过来了。好，好。哎呀，哎，这些天啊，咱们摸遍了聊城左近的大小山寨，排除了所有女山匪劫黄标的嫌疑，现在就剩下这个二头领的妹子没有排查了。她是这个寨子里唯一没有露过面的女山匪，为或去探探她的底。若是按照我这谋略，二统领一定能把这聊城大大小小的山寨都给定了。哎，到时候啊，你就是这匪中之王了。哎呀，兄弟，你可真是我的卧龙凤雏啊！啊，不过你这么热心的帮俺谋划，到底图什么呀？啊？你们要干嘛？哼，那既然如此，我可就实话实说了。说。我这天昊小兄弟，知道了你的妹子智劫黄标的事迹之后，那佩服的不得了，一心想要给她做这压寨夫婿。我来投靠你，就是为了给俺这兄弟求娶你的妹子。兄弟，你就为这呀？不然呢？哎呦，俺让你有点说糊涂了。你说的这个劫黄标的女头领，俺也听说过，可她不是俺妹子呀。那怎么不是？我都听人双龙寨的兄弟们说了，你这妹子呀，深居简出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就是那劫黄标的女豪杰。就是。干啥呀？坐下。兄弟，不瞒你说，俺这妹子呀，她是个跛子，因此才将自己藏在屋子里不肯见人。而你说的那个女头领，没人见过她的真面目。传闻呢，她就是绿林三骁之一。我信你。来，喝酒，来，喝。这绿林三骁是行事诡秘的游匪，心思缜密，又擅长隐藏踪迹，而且只对肥羊感兴趣。这两处都极为偏僻，甚少有山匪出没。可据卷宗记载，与女山匪相关的案子，却恰恰发生在这两处。一般的游匪都会就地分清，但若依照这女山匪谨慎的行事作风，他们的落脚之处，一定距离案发地不会太近。那几个女山匪相关的案子，受害的苦主都提到过一个细节，就是这伙山匪作案的时候都会带着足量的马匹、水袋和干粮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每次的分金落脚之处距离作案点至少1天以上的路。分析的不错，有长进。指给我看，你觉得这落脚处会在哪？沙城。没错，偏昊，先去沙城左近，放出有商队将要路过的消息，然后我们再亲自扮成商队，在那附近招摇过市。我们来一招引蛇出洞，我还就不信了，这几个山匪能按捺得住。遵命。得先从罗双双这儿动手，他出了事，
周氏二叔必会心急如焚，罗家便再无宁日。多谢惠顾啊！哟，沈小姐，本店新进了一批名贵的带花香粉，你要不要囤货呀？香粉我还有，随时都带在身上。沈小姐，这带花香粉可是从西域运来的，卢生疏太高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本店就不再进了。好，那我看看。好嘞，您里边请。沈小姐，您先随便看看，我去给您拿。哟，双双小姐也在这儿啊。沈小姐，西域的带花香粉就剩这一盒了。这味道还真不错啊。是的，一个镖局的野丫头，成天风吹日晒的，哪里配得上这么名贵的香粉呀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掌柜的，这香粉我全要了，给我包起来。这，我要了。我出双倍、3倍、5倍。好的，你买吧。罗小姐，这就给罗小姐您包上啊。你故意让我多花冤枉钱？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这真爱之物多少钱都值得呀，怎么能是冤枉钱呢？小姐，男子难服。你这贱蹄子你！上次打那巴掌还不够疼是吗？想再试一试？怕了？三小姐，二老爷特意嘱咐咱们办完事赶紧回去。哼！站住！干嘛？付账。你付账。老板，结账。哎，好嘞，你这边请。看这情形，罗继周肯定要再去晋米，为财置办了棉衣，定是往北走。这准备的干粮，能符合条件的地方，就只有沙城的兰陵县。丹青，哥哥来了。谢谢你啊，父亲吃了新鲜荣参配的药之后，现在已经醒了。啊，那就好。你刚才在干什么呢？你让我相信你，那你也得先相信我。我现在是你的兄长。我想去劫罗家的米。你果然还是不死心。没错。酒曲坏了之后，他们定会重新买米，重新酿造。我打算劫了他们的米，断了他们的财路，让他们陷入困境。我已经有了周密的计划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可就算你再聪明，也无法保证计划不会出现意外。丹青中毒的事情，我听妙神医说，如今我是沈家的人，我深知沈家的处境，绝对不会做任何牵连沈家的事。事无万全，抱歉，我还是没办法拿沈家的安危跟你冒险。哥，事情只有做了才知道成不成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？只此一次。看他的态度如此坚决，我若一味阻止，恐怕会逼他铤而走险。只能先答应他，让他把计划和盘说出，以便掌控局势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只此一次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哥，你看，他们现在准备了棉衣，所以应该是往北走。现在只有沙城的兰陵县。都快跟上啊！天黑之前必须到。是。大小姐，他们来了，咱们怎么安排？
我们从队伍中间切断，一队人带着前面辆车往东走，一队人带着后面辆车往西走。记住，不要下杀手，重在多粮。1个时辰后在城南汇合，到时候在乔庄将粮食分批运进城。上。是。二老爷，日军呢？快不好粮食！ 戏可都备好了，都已藏在箱子中了。跟兄弟们说，做戏要做全套，不能露出任何破绽。是，公子。报告将军，前面山路有波劫匪劫粮，为首的是个女人。看来我们的计划奏效了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你带着队伍快步跟上，我先去一探究竟。枪！兄弟们，跟上！是。快救我的粮食！二老爷跑了，大家快逃啊！快！蛇鼠便是蛇鼠。 得想办法引开他，否则镖师们也不能全身而退。撤！不对，这人虽是商人打扮，但武功不俗。难道是官兵设的圈套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撤！撤！ 将军，看样子女山匪往北面游走了。哼，她受伤了也游不远。北面，沈氏镖局。丹青，剑，你受伤了？伤了胳膊，本来已经得手了，没想到徐将军突然横插了进来，我就引开了他。秦镖师应该已经把粮食运到了安全的地方。徐将军，徐成风，他发现你了吗？ 他没看到我的样子，应该没追过来。算了，他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
我先让妙神医看一下你的伤口吧。少主，有位徐承风徐将军来访，他正在前厅等您。徐将军，徐将军大驾光临，在下有失远迎。哈哈，子山，好久不见。徐将军，这什么将军不将军的，倒是跟我见外了。叫我陈峰。过去我们两个只不过是毛头小子，如今您是威名四方的大将军，在下不敢僭越。倒是跟我生分了。不过以后我们见面的时日还很多。我这次来巡查聊城事务，一时半会儿恐怕走不了了。不瞒你说，子山，我是追着一个女山匪，才来到你家的。女山匪？不过这个女山匪胆大狡猾，为了脱身，竟然跳进河里游水逃走了。这上岸的地方，周边只有你们家这一处宅院。我现在怀疑，这个女山匪就躲在你家。怎么可能呢？那不如把你家女眷都叫出来，看看有没有人衣衫或者头发被打湿了。我家丫鬟女眷就没有几个，断不会窝藏山匪。徐将军，难道你是不信我？子山，这说的是哪里的话？我自然相信你不会有意窝藏，不过我也怕有人隐匿身份藏在你家，你却被蒙在鼓里。多说无益，把人叫出来，一看便知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将军，无人脱发战士，身材体型也没有相近者。将军，这回可以相信我了吧？走吧，咱们去醉云楼。子山，我记得你有一个妹妹，便是那画中女子吧？怎么没见到她人呢？妹妹大便初愈，且不会游泳，绝对不会是她的。将军就不必查验了吧？既然绝对不是她，又何惧查验呢？查过之后，我可以放心交差，你也可以证明你妹妹的清白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这喊了半天，让人给我添水，怎么都不见？哎，丹青，你怎么大家都聚在这儿啊？这位是？在下徐承风。徐承风，这名字还怪好听的。我叫沈丹青。不许无礼！这位是徐承风徐将军，你穿成这样就不要出来了，快回去。为什么不能穿成这样？在家难道我要穿全套礼服吗？况且我也不知道有外人在啊。将军，沈小姐的发丝还在滴水。好眼力啊！我这刚刚洗澡，喊人添热水，也没有人理我。原来都在这儿啊！非礼勿视，我说你怎么还盯着我呢？沈小姐，我的茶喝干了，还得劳烦你帮我添点水。我家这么多丫鬟，还不够侧虎将军您呢。我来。哎，红袖添香，还得请沈小姐帮忙。沈小姐，可以吗？
后为上，莫非不是他？丹青给将军奉茶。多谢。